觉得客家料理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，很简单的东西，不管是生活的物件也好，或者是食材，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被浪费或者说被丢弃的。简单的食材，顺应自然，然后每一个料理有它很明显的时代背景，然后创作的动机可能是因为节庆，可能是因为不希望浪费这些食物，做的各种利用或是保存，希望能够到下一个节气或是下一个季节，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料理或者是创作方式，都必须要有这3个元素。客家小炒的特色是在每一个食材有它自己的质感，然后一层一层的叠在一起。那我在这个客家小炒里面用了7种不同的做法。煎我们是用小卷淋上酱油，让它有一点酱香的味道。煮的话，我们把蒜苗、葱、洋葱煮成一个有点 creamy 的味道。客家小炒很重要就是那个芹菜，我们用芹菜的根跟芹菜的梗，2种不同的口感，然后用快炒的方式，然后炸原本豆干的意象变成豆皮，有点像千层酥的方式来表现。焖呢，我用小牛肉法式的炖法，更当代的味道。客家小炒一定要有辣椒，我们用的是干辣椒，用炭香让它回温，之后我们再把它打成粉。最后一个就是炙烧，最后我希望在上到客人面前的时候，能够有焦香的味道，能够把那个锅气呈现出来，所以不是一个很完美无瑕的口感。这个是我想要最后呈现的感觉。我觉得我想要跟这次的参赛者说的是，不要被传统的客家小炒的这个框架所局限。我想每一道经典的料理，在不同的时代都应该有不同的诠释方式。怎么样找到它不失原味，但是又有更当代的感觉？个人觉得客家精神的定义应该是知足常乐，可以在很简单的生活方式里面找到乐趣，找到快乐。这个是我心中的客家精神。